我的情况比较简单，还在调解。然后呢？当事人还在昏迷。你何止考虑不周，你简直太莽撞了！你可真给上官老师抹黑！胜率第一的大律师，内推进来的就是你这种菜鸟。文少卿，我不想再听到不好的消息了。您大爷行了，真的？我不骗你。宗荣，谢谢你救了林大爷。这边辛苦你了。怎么喝这么多？行了，开心。要是我爸能有你救回来就好了。文少卿啊，你是个好医生。我知道。能做你的同事，我很荣幸。